做我哋呢行點可以唔注重健康啊？試過好長一段時間咧，一轉天氣我就打乞嗤、流鼻水，同埋之前一病完一直咳唔斷尾嘅，連我個孫仔啊都驚咗我啊！好彩咧，我最近食翻草姬蟲草 CS4， 2個星期已經好有效果，而家鼻敏症狀同埋咳都斷咗尾。嗱，我試過好多唔同牌子嘅蟲草，兜兜轉轉，發現最好嘅都係佢。加上草姬蟲草咧，仲獲得卓越暢銷蟲草保健品大獎添，99% 醫護推薦。佢裡面嘅活性成分仲比西藏原條蟲草高9.5倍添。最重要咧就係佢性質溫和，補而不燥，3歲以上全家都食得，屋企點都要有樽守門口啦。鼻敏症狀同咳通通解決到，你哋睇我幾有活力就知啦。獲獎蟲草再加上草姬25年品牌保證，仲係上市公司，梗係信得過啦。如果你或者屋企人都有鼻敏同埋咳喘嘅困擾，就快啲去萬寧草姬專門店或者上先龍摩網站買啦。我家姐誠意推介通鼻止咳草姬蟲草 CS4。